大家好，我今次同大家分享，我喺銅鑼灣一間酒樓飲早茶。呢間酒樓我係喺網上搜尋銅鑼灣地鐵站附近酒樓先至揾到。酒樓位置好接近銅鑼灣地鐵站側邊嘅百德新街。可能呢度大部分嘅商場都開咗名店，呢一帶嘅地段又稱為名店街。不過呢間酒樓所在嘅位置就好低調。喺網上搜尋到嘅官方地址係嘉寧街，不過喺嗰條街係揾唔到呢間酒樓，可以講係呢一間屬於神隱嘅酒樓。由地鐵站步行去飲茶嘅路程一啲都唔遠，步行時間大約唔使4分鐘。飲茶環境都幾舒適，我一個人都可以坐晒一張台。呢間酒樓仲有2種嘅飲茶環境，唔中意坐喺室內嘅顧客就可以選擇室外嘅座位。呢度飲茶嘅價錢其實都幾大眾化，可以用12個8已經可以叫到點心。喺銅鑼灣區嘅早茶1盅2件，計埋茶錢加1係可以用39蚊出門口。同埋喺下午茶時段，佢嘅大中小點係21個8。我係依照高德地圖最佳嘅路線俾我。飲茶酒樓就跟住呢度百德新街，行到去盡頭，跟住右轉告士打道就可以到達。我嚟到嗰時，酒樓裏邊就唔係好多顧客，呢度嘅地方就唔係好大，每張台嘅擺放都見到幾闊落嘅距離。喺裝修方面睇落應該屬於休閒雅致嗰種設計，樓底睇落去就唔係好高，不過光線嗰方面睇落係幾足夠。呢間酒樓就喺門口出邊有一啲戶外嘅座位，相信對一啲有吸煙習慣嘅顧客都幾適合，或者有得帶埋寵物陪住一齊飲茶。今次我一個人嚟飲茶，佢哋嘅員工安排咗我入房裏邊坐一張細台。我有問過佢哋，佢話假如一個人嚟飲茶，情況許可之下，係唔會強制要同其他顧客同埋一張台。如果2個人嚟嘅話，肯定俾一張台佢哋自己坐晒。我開咗壺嘅鐵觀音裏面放滿咗好多茶葉，夾上嚟望下，見到茶葉嘅顏色都幾翠綠，同埋形狀都屬於係幾大片。跟住睇下佢哋正價點心咩價錢，同埋茶錢係幾錢一位。佢哋嘅早市時段係朝頭早8點至到11點，最平嘅價錢係小點係20個08，最貴係頂點40個8。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嘅早市時段，佢哋嘅點心每一款係貴多1蚊。午市時段就係朝頭早嘅11點至到晏晝2點，最平嘅小點就係21個8，頂點就要42個8。喺6日同埋假期，點心價錢就要貴多1至2蚊。下午茶係由2點至4點。星期1到星期5，大中小點一律係21個8。星期6日同埋假期，大中小點一律都23個8。茶位費方面，係星期1到星期5，早市、午市同埋下午茶，佢哋嘅茶錢係收10蚊一位。喺6日同埋假期就13蚊一位。我都有順便問埋佢哋，如果喺晚市嚟幫襯，佢哋嘅茶位費係每一位收15蚊。再睇埋佢哋呢一張嘅早茶優惠單，呢一張單嘅點心供應時間係星期1到星期5，朝頭早8點至到中午嘅12點。本來佢哋嘅早茶時段係朝頭早8點至11點，即係呢張點心單裏邊嘅價錢係可以維持到12點。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供應時間即係去到11點。喺張單嘅左邊係有14款嘅點心，最平嘅價錢係12個8，係有2款，就係白灼鯪魚球係有3粒，同埋香滑牛肉腸有2款嘅蒸飯，每一款係21個8，最貴嘅價錢係36個8，就係龍躉肉滑雞粥。跟住喺隔籬都係有14款嘅點心選擇，分開咗4種嘅價錢，最平係23個8，最貴係29個8。喺中間嗰度有36個8嘅椰皇燕窩燉奶，23個8嘅就係5福點心拼盤，28個8嘅就係雪山叉燒包。喺隔籬有一份36個8嘅孖寶，喺12款點心裏邊選擇2款。最後係一份45個8嘅生滾粥孖寶。首先喺2款嘅粥品裏邊先揀1款，再喺下低嗰9款點心裏邊再選擇1款。呢張單嘅點心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，每一份係要加3蚊。我係去飲茶睇有啲咩優惠。我今次1盅2件，一於試下呢2款12個8嘅點心，睇下呢2款點心嘅質素係咪咁抵食。等咗10零分鐘，首先嚟到嘅就係12個8嘅香滑牛肉腸。我係叫阿姐將豉油分開，唔好直接添加豉油上去。一碟腸粉有6件，睇嚟每一件嘅腸粉都唔係好細。腸粉皮睇落都好似幾晶瑩幼滑，同埋覺得幾薄。喺裏面嘅牛肉餡料都好似幾飽滿，塞滿晒喺度腸粉裏邊。我淨開一件腸粉望下裏邊嘅肉質，用筷子夾起嗰陣時係一種彈性，同埋帶有係一啲鮮紅色，睇落就唔係好似已經雪藏咗好耐嗰種肉類。入口之前我添加翻豉油上去，豉油同埋腸粉確實係一種最佳嘅配搭。入口嗰陣時唔覺得有一種唔新鮮嘅牛肉味道，腸粉皮我覺得係有軟滑嘅口感。跟住就係12個8嘅白灼鯪魚球，每一份係有3粒。鯪魚球嘅份量睇落去就唔算細，同埋有啲幾多下翠綠色嘅西生菜擺埋一齊。可能呢一款點心係白灼，同埋我係冇叫阿姐直接添加豉油上去，亦都唔見有好多油嘅情況，所以就咁望落去就覺得比較清淡。我用筷子將一嚿鯪魚球整開2邊嚟睇下，
喺裏面混合埋一齊嘅餡料都幾充足。喺配料裏面仲有啲整碎咗嘅臘腸，入口嗰陣時就好有鯪魚肉同埋有少少臘味嘅味道，咬落去就唔覺得韌，係有彈牙嘅口感。嗰啲生菜覺得幾脆口同埋覺得幾甜。不過如果用時菜鯪魚球同佢比較，我就覺得白灼係比較乾身，咬落去嗰陣時啲肉汁就唔夠豐富。不過喺食嗰陣時加翻啲豉油嘅味道最好。結賬嗰陣時，我要咗2款12個8嘅點心，一個人嘅茶位費係10蚊，連埋加一，總數係39。我喺未揾到呢間酒樓嗰陣時，我仲諗住喺銅鑼灣區嘅酒樓飲茶嘆1盅2件，最基本消費都有50幾蚊。同埋呢度仲係名店街範圍，仲係屬於高消費嘅地段。居然呢度可以用39蚊1盅2件。我試完嗰2款嘅平價點心，比我想象之中唔係咁差。如果啱心意嘅話，可以叫翻次食下。跟住睇埋佢哋呢張嘅正價點心單，喺張單嘅左邊有17款選擇嘅點心，就係精品。最平嗰款就係屬於小點，就係椰香蒸饅頭。喺下低有3款選擇嘅就係粥食，有9種點心嘅選擇嘅就係灼煎炸焗。腸粉係有5種嘅選擇，有4種甜品選擇嘅就係甜甜蜜蜜。最平嗰種就係屬於小點紅豆沙。喺下低嘅大大碗燒味飯係有6種嘅選擇。喺張單嘅右邊有8大名點，先睇咗上邊嘅4款，跟住再睇埋下低嘅4款，跟住再睇埋呢張單嘅後邊。喺單嘅左邊有19款嘅中式炒粉麵飯。喺隔籬嘅燒味王係有12種嘅選擇。喺下低嘅左邊有8種選擇，就係中式小食款式。跟住喺隔籬都有8種選擇嘅就係味步小食。我喺台面就見到呢張午市單，我又攞埋嚟睇。喺左邊有一份108蚊嘅午飯組合。喺8款裏邊嘅粉麵飯選擇1款，再配埋一份濃湯浸時蔬。喺下低仲有5款每一碟計嘅燒味飯。喺右邊有4種唔同選擇嘅午市特色孖寶，係分開咗3種嘅價錢。佢哋仲有一張嘅午市優惠推介，有4款唔同選擇嘅燒味，可以選擇每一鍋計嘅瀨粉、河粉或者米粉，係分開咗3種唔同嘅價錢。喺下低嘅左邊有9種選擇嘅午市優惠點心，喺下低嘅右邊有午市優惠粉麵飯，係有8款嘅選擇。另轉張單睇埋後面仲有啲乜嘢？佢哋嘅午市套餐係有一款係6人餐，有一款8人餐，仲有一份係398蚊嘅午市1+2+3套餐。最後我係問酒樓攞埋呢張下午茶特價單睇埋，佢哋嘅下午茶喺平日1至5大中小點都係21個8，星期6日同埋假期一律都係23個8。喺左邊有29個8嘅各式燒味湯粉麵，喺隔離每一份50蚊嘅燒味湯粉麵孖寶，再睇隔離有每份80蚊嘅超值炒粉麵孖寶，有7種選擇嘅就係特色小食。喺下低有北菇蝦球伊麵，每一碗係29個8。最後係有8款選擇嘅特價粉麵飯。跟住同大家講一講交通，我係搭地鐵嚟到呢個銅鑼灣站，再喺呢個 E 嘅出口行返出去路面，跟住轉去左手邊向前行，行到前面街口再左轉入去百德新街，沿住呢個行人路直行去到前邊嘅交通燈位，再橫過馬路行過去百德新街另一邊嘅行人路，跟住沿住呢個行人路一路行到尾。到咗呢條街嘅盡頭，跟住又轉入去告士打道，行前多少少已經可以到達我今次飲早茶嘅酒樓位置。呢間酒樓就係翠湖金閣，地址係喺銅鑼灣嘉寧街13至15號 Fashion Walk 地下 ACD 號鋪。由地鐵站步行過嚟，時間大約係4分鐘。各位，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喜歡呢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，仲未訂閱嘅請撳埋個訂閱掣啊！下條影片見。